豆干包的组成有2大部分，主体就是三角油豆腐，第2部分是新鲜鱼掌包肉制作成的鸭料。豆干包主要有3种物件，就是豆干翅、甲后腿肉、甲鱼掌这3种。要做豆干包就是先甲豆干包里面加一空，啊了后再把炒肉迄煎入去，然后了后用鱼掌甲伊封口，啊杀起来就好啊。炒肉阮是用后腿肉去炒的，啊就是夹的时阵就是用上大空的去夹，夹起来口感有一块一块口感，毋是迄冷冻过糊糊柴柴的肉的感觉，所以阮的豆干包食肉的口感是较好的。阮的肉爱有咸味，啊，炒过肉才会入味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们是手工的豆腐，所以没有办法去做到像机器做的一样，每个大小都一样。大的豆腐你一定是大块，空间大嘛，那你的肉就是塞得多，这样子才能配合。那如果你大的豆腐的肉塞得比较小，那你吃起来就是没有咸味，你只吃到豆腐的味道，就没有咸的味道。那你小的豆腐的话，你用很多的肉，那你就会好咸哦这样子，所以就是适量。煎开的油豆腐要用手轻轻甲掰开，搁再将鸭料包入，力头袂当伤大力，搁爱将肉料缀好10煎。这手尾力的控制需要靠经验来累积。鸭料的比例嘛要抓甲拄拄好，若是包伤过济，将豆腐的香味砍掉，就无遐尼好食。头家对炒肉做鸭料，经油豆腐，一直到制成豆干包，坚持全程拢爱手工制作，因为每一粒拢是手工捏制，形状甲大小嘛料仔会无同，因为有手做的温度。正做在地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好滋味。阮细汉的时阵，食拢感觉就好食的怎么那么好吃我们家的最好吃。就小时候就这样觉得，对，就是以前爱包豆干包的时阵，就是无想要做想要较紧做了就是把肉。挤豆腐挤到多一点就不用包太多就是赶快做赶快结束这样子爸爸看到发现就骂就叭叭啪噗这样。小小一个摊，前后员工有5个人，其中有一半负责制作豆干包。用餐的时间一到，店内满满用餐的人客以外。还佫有真侪排队要买炸回去的人客，点一份豆干包，佫来一碗芳开10足的鱼丸汤，这就是家人特有的美味。做鱼丸是为阮阿公开始的，阮阿公是家人杀单的以前杀单的时阵，阮阿公会摕一个碗，佫有一个汤匙边杀单然后边锵锵锵锵锵发出声音，外口的人就会知影讲，卖鱼丸汤来啊！阮爸爸其实嘛是为6、7岁开始帮阮阿公做鱼丸，30岁了后去9份开第一间店，敢若有鱼丸汤，佫有打冬粉尔，伊感觉爱。给一个新的物件，所以阮豆干包这个味道算是我爸爸研究出来的。鱼丸是为阮阿公开始的豆干包是为阮爸爸开始的，所以鱼丸对我的意义就是我是第3代，就是卖3代的物件，所以对我的意义是更大。我要一个豆干包带配鱼丸汤。来到家人一定要来吃因家有名的豆干包。因家的豆干包逐工现包现卖，逐工拢卖了了。拄只伫遐拄着一个阿伯嘛，是讲一定要来食一件豆干包。哇，外面是迄个豆腐皮啦，豆干料伫内底啦。看伊外形敢若是迄种三角豆腐迄种的内面有放一寡鸭料伫内底，
哦，像阮咧做法吼，就是讲，咱这豆干化开了，鸭料煎入去，用这个鱼浆甲封起来吼，安尼做法，伊这内鸭本身的这个汤汁吼，拢会锁伫咧内底，所以这一喙咬的佫会喷汁。所以咱食得到鱼浆，嘛食得到豆干皮，嘛食得到内底鸭料，哦，佫混伊这个酱吼，哦，酸酸甜甜、咸咸安尼。好食，哦，伊个鸭料内面个酸巴吼，嘛足有迄个宝贵的，哦，啊，去的鱼丸汤，哇，伊个汤做了清清安尼吼，甲这豆干包安尼配起来足拄好的。伊家人遮吼，定定会食到这种鱼酱类的料理啦吼。啊，这间逐间咧做的手法都无啥共款，哦，拢大家拢有家己的特色。哇，安尼下晡时啊吼，来遮吼食一个豆干包配鱼丸汤，真正足享受的。内行人才知影的老店，更加是袂少在地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口味。尤其是手工制作，产量有限，常常是一开门就客满，会当讲是相当的超人气。传承到第3代的店面，到即马依然坚持着手工制作甲天然的食材，就是因为安尼，才会当互这个平民小食伫咧巷仔内面开遐尔久。